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要开始今天的礼拜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您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平安。今天我们又带着欢喜的心来到圣殿，主，我们要朝拜你，要透过今天的礼拜再一次与你有亲密的交通。奇妙的主啊，我们感谢您的恩典，因为我们深信你的话语充满力量，可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更新改变，所以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静静来听你的话。所以此刻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除掉所有你所不喜悦的一切事物，让我们专心的来服侍你，敬拜你。也透过今天服侍的同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灵跟诚实表露出来，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所以主啊，我们将今天服侍的众同工，特别是777敬拜团，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透过他们的协助，让我们的心敞开，就是单单对你敞开。也求你保守眷顾今天的诗会以及传讲信息的牧者，透过他们的帮助，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亲爱的主，今天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一次与你同桌，透过圣礼典的帮助，让我们再一次明白我们是属于教会的肢体，也就是你荣耀国度的后裔。求主保守眷顾我们整个过程，特别是服侍我们的小会员，让我们透过我们同心的合一的服侍，让我们真正领受与你交通的喜乐。求主保守眷顾这一切，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教会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恩典的手，求你引导保守眷顾，让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透过教会的生活享受在您的爱当中。求主保守眷顾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国家越来越合乎您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起立，用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有一位真神，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是的，耶稣是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喜乐。让我们这时候再一次来赞美这位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让我们将掌声和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与你相遇。这个时候，让我们用口和心来敬拜你，也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耳朵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主
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路加福音1章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愿你。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主啊，愿你的灵，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主啊，愿你的灵照你的应许降临。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主啊，使我因你的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是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使我因你的话语是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愿你的灵照你应许降临。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啊，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你却仍然深爱着我们，不离弃我们，为我们留下宝血。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因着我们从你那白白得来、长阔高深的爱。每滴宝血，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是你仍拥抱着我，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主啊，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所做的，也向他表达我们的爱，让我们这个时候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舍下我的东西。何等长阔，何等高深。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混乱的时代能够认识你，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真实的平安，使我们成为属你的子民。愿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论是思想或言行，都能符合你的旨意，也能够用我们的身心灵来实践你的话语，更多的活出你的样式，也照你的心意来行。我们的祷告不完全，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记载在新约士师记13章1到5节，还有士师记14章1到3节。现代译本是在297页，在297页。以色列人又得罪了上主，上主让非利士人统治他们40年。那时有一但支族的人，名叫马挪亚，住在索拉城。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第3节，上主的天使向他的妻子显现，说：“你不能生育，没有孩子，但是不久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小心，淡酒和烈酒都不可以喝，也不可以吃礼仪上定为不洁净的东西。”第5节，因为你要生一个儿子，孩子出生后不可以剃他的头发，因为他一出生就要献给上帝做离世人。他要开始解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工作。士师记14章1到3节，有一天参孙到亭拿，他在那里看到一个非利士女子，他就回家告诉父母：“我在亭拿看见一个非利士女子，请把她娶回来做我的妻子。”第3节，他父母问他：“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异族非利士人那里娶妻呢？难道在我们自己宗族或同胞中没有女子吗？”可是参孙对父亲说：“我很喜欢她，请你把她娶来。”愿上帝赐福听他话又去行的人。接下去今天早上蔡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圣经人物43参孙。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回到旧约的士师记。那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士师，叫做参孙。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此刻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完全专注在你的话语当中。透过你所赏赐的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并且将它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在研读士师记或是旧约的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经典当中有一个循环那我们在士师记当中，我们找到一个循环，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常常在信仰上面堕落，就离弃主，然后得罪上帝。当他们每次离开神之后，就失去上帝的眷顾，上帝会兴起一些他们的仇敌来帮助他们体认自己的错误。然后他们受到仇敌的攻击压制，他们很痛苦，就呼求神，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上帝就会兴起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士师们，来拯救他们。但是，一段平安的日子过了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这就是士师记里面的循环。这感觉上也是像我们生命当中的循环。我们有时候
在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就忘记神，想要靠自己。结果遇着困难的时候，我们又呼求主，比较敬虔的敬拜主。可是当一段时间又平静了，得到上帝的保守之后，我们又很容易就忘记神。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提醒我们自己，要警醒自己。那我们在研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士师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士师，叫做参孙。参孙是圣经当中相当有名的士师。我们在士师记当中看到他占的篇幅相当大。上个礼拜牧师已经请大家要回去要研读这段经文。那我们如果你有读他的故事，你就会知道，他原本是一个极有希望的大能的勇士，但是他的生命当中因为一些缺点没有及时去改正，以至于留下一些遗憾。那今天我们要透过他来学习一些生命的功课。首先开始我们一般来说，就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是从参孙的生命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他是拥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他却只成功一半。那在参孙的时代当中，以色列人受到一个外族叫做非利士人的攻击，所以这时候急需要兴起一个大能的勇士，来帮助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压制。而参孙正好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去研读参孙出生的故事，事实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他的出生原本就是一个神迹，因为他的母亲原本是无法生育的，没有办法怀孕，不能生育的。但是有一天，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现，宣告他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在这个同时，上帝的使者也要求他的母亲要这样做。他说：“你要小心，淡酒跟烈酒都不可以喝，也不可吃礼仪上定为不洁净的东西，因为你要生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可以剃他的头发，因为他一出生就要献给上帝做离俗人。”如果你去看这个现代中译本后面有一个刮胡，或者是说你看和合本，它的翻译叫做拿细尔人。然后圣经说他要开始解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这段表示说，参孙他是一个应许，他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宝贵的勇士，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压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他的出生是非常特别的。这边说他出生之后要成为一个离俗人。什么是离俗人？什么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或是离俗人，他是特别誓约要献身给神的人。那一般人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就是离俗的期间，他是一般人是限一段时间而已。离俗结束之后就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圣经有少数几个人，譬如说参孙，譬如说我们之后会读到的撒母耳，这些都是终身献给上帝的离俗人。那离俗人他要禁戒3件事情，这个是根据旧约的律法。首先，他必须要禁戒葡萄跟葡萄的制品，所有葡萄所做的东西，包含新鲜的葡萄，包含葡萄干，包含葡萄酒，都不能碰。那你会说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理解，就是葡萄跟葡萄酒是象征世俗的享乐了。当然，上帝没有禁止我们享乐，但是我们要理解一点，就是世俗的享乐很容易让我们迷失自己。对上帝的敏感度就会失去。那拿细尔人或者说离俗人，他自己已经约定要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所以他需要时时保持警醒，就不要受到这些世俗的享乐的影响。所以拿细尔人，
他必须禁戒葡萄跟葡萄的制品。第二个禁戒的东西就是他不可以剃头发。那大家就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用剃头刀剃头啊？就是要任由他的头发一直长长，一直长长啊。现在有一些男生也很喜欢留长头发啊，但是拿西尔人留长头发的缘故哈，不是为了比较那个时髦，不是这样子。因为头发象征他们分别为圣的记号。如果你去看民数记6章7节，他说他的头发是奉献给上帝的一个记号。因为一般人会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好、梳理好，会剪好、剪整齐。但是黎俗人，他要任由他的头发一直长长。当他一个男生怀着长头发走在路上的时候，别人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拿细尔人，他是要专心奉献给上帝的一个人。所以拿细尔人的一个记号就是他头发是长的。当然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不要就是任由他头发长长不要去把它梳理是说我们要专心侍奉神，不要注意自己的外貌的这种意思。所以他不可以剃发。第三个，他要远避死尸，就是他不能碰到尸体。甚至如果你去看民数记6章1到8节当中，他禁戒任何的死尸，包含他的自己的父母、他自己的弟兄姐妹死了，如果他是在离俗的期间，他连他们的尸体都不能碰。那有些人认为说，连动物的尸体也不可以接近。一般来说，我们站在人情上面不会如此嘛。自己的父母过世了，理当会痛哭，会去抚摸他的尸体。那为什么拿西尔人必须要做这样的禁戒？其实就是要理解，就是说，拿西尔人是完全奉献给神的，他要专心一意的侍奉上帝，不要受到俗世的干扰。即使是去世的是至亲，是父母或是手足，他也不要碰触这个尸体来玷污自己。他们是全然归给上帝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拿西尔人他要特别禁戒这3样事情。那我刚才说过，一般人就许愿做黎俗人，可能是一段时间结束了就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参孙不一样参孙他是终身奉献给上帝，完全的黎俗人。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参孙的出身可以算是士师里面最属灵的，因为还在母胎的时候就许愿献给上帝，所以他是出生的时候是最属灵的，而且上帝赐给他有超越凡人的一种大能力，他有相当大的力气，他可以，我们看到，如果你有仔细的去看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说，他力气大到可以把整个城门拆下来搬到山顶去，用一个驴腮骨就可以击杀1000个敌人，所以他有大能的能力。照理说，他有这样的条件，而且有这样的出身，他应该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士师。可是我们在读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想：我们参孙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到底是一个好的士师，还是一个失败的士师？其实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如果我们说他成功的地方，他和仇敌作战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甚至在他临死之前，他还杀死了3000个非利士人。但是如果要说他成功，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彻底的解救他的同胞脱离非利士人的压制，反倒自己也被这个敌人俘虏了，又被挖掉双眼，最后被敌人戏弄，才跟他们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虽然是成功的，但是只成功了一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有一个好的开始，却只成功一半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共同来思考的功课。首先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参孙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就是他被他的情欲所控制，所以他是情欲攻心呢。那这个弱点他没有好好的去对付，没有好好去更正，造成他终身的不幸。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啦，就是他受制于情欲以至于失去了理智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第二段经文14章的1到4节他说参孙跑到一个地方叫做亭拿在那边他看到了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他一看到了就非常喜欢，他就去请求他的父母亲让他娶这个女子。他父母亲一开始还劝告他说：“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异族的非利士人那里娶妻呢？难道我们自己的宗族跟同胞当中没有女子吗？”那参孙对他的父亲说：“我很喜欢她，请把她娶来。”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个字就是我很喜欢她这个喜欢这原文的意思是说，我看到她就爱她，我看到她就非常喜悦。所以我们明白参孙虽然是一个拿西尔人，他是一个黎书人，他却忽略上帝对他分别为圣的要求。他跟一般人没有不一样，他靠眼睛的感觉靠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事情。他看到他就喜欢他，所以他就是追求他顺服自己眼目的情欲，靠自己的感觉去做判断。这种靠感觉做判断，反倒使他失去理智。我们看到他我们刚才说4世纪的循环，对不对？参孙的生命也一再的循环。我们看他后来也是一再的循环。他到迦萨看到一个妓女，又是看到他就喜欢他。后来又到梭列谷去看到一个妇人叫做大利拉，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一而再再而三，一错再错，执迷不悟。所以他的生命当中也一直在受到这个情欲的困扰一再的循环当他执迷不悟，以追求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为首要的时候，他就失去理智了。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自己很有理智。很聪明的人往往生命当中都有一些弱点，如果不控制这些弱点有可能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我们看看前一阵子不是我们总统府有位总统府的官员就是因为情欲的事情而下台嘛。我们发现这么好的一个人才，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做这么错误的判断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边看到参孙是用感情用感觉去做判断。我们看到了他是用眼睛看到了就喜欢。我们知道眼睛一次只能专注的注入一件事情，如果你一次看2件事情你就会昏花了，就会灰起了。台语说灰起。所以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理解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要专注在上帝给我们的目标，专注去看这个目标，眼睛就不会昏花，就不会受到外物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很可惜，这样一个大能的勇士，受制于情欲，以至于失去理智。而且我们看到参孙其实有很好的机会躲过这些引诱为什么？因为他身旁有一些人可以帮助他他身旁有爱他的亲人去提醒他他要娶非利士女子之前，他的父母就曾经劝他。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他受制于情欲，已经失去理智了。别人讲的话他已经听不下去了，他一心只想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不会去尊重他父母给他的意思，所以他注定要走向失败。参孙有关心他的父母，愿意给他一些指点，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他却不愿意接受父母的指导，
完全由自己的感觉来做判断。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们有教会生活啊，我们有很好的属灵同伴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上帝特别安排我们在教会当中参加团契、参加小组，或是在教会当中你可以结交一些很好的属灵同伴。当我们在遇到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信仰同伴的带导提醒，来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啊。别人给我们建议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到底他给我们的建议是不是好的啊？不要一心想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啊。有时候神会透过我们身旁的人给我们一些帮助啊，不要因为我们固执己见而导致失败。那我们继续来看参孙的问题哈。当参孙沉溺在肉体的情欲而眼睛昏花的时候，他就对上帝的律法视若无睹。我们刚才说过，一个眼睛只能专注一件事情嘛，他专注于自己的情欲的时候，他就忘记上帝的律法嘛。所以我们看到他去亭拿提亲的时候，如果你看这个士师记14章的第5节哈，他就到了亭拿的葡萄园。我们说过，葡萄以及一切用葡萄做的东西，对于拿细尔人、对于黎书人来说，都是应该远离的禁忌呀。可是他对此毫不在乎啊，就走到葡萄园里面去。那紧接着我们看到他举行婚礼啊，在7天当中的婚宴哈，婚宴这个字的字根哈，其实就是饮酒了。婚宴一定会饮酒啊，所以你看，一个拿细尔人，一个黎书人，被禁戒不能饮酒的人，他就跟其他的人一起饮酒作乐。那圣经也说，拿细尔人不能接近死尸嘛，但是他从他打死的狮子的尸体当中取蜜来吃，然后他拿那个没有肝的那个驴腮骨去击打敌人，没有肝的驴腮骨其实也是死尸的一种。这些都是上帝律法禁戒的事情，他不以为意啊。所以牧师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精神啊。当一个人专职于某件情欲上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忘记上帝的话了。他忘记上帝的话，他就走向错误的道路。所以他对于上帝的律法诫命一点都不尊重，忘记自己拿细尔人的身份。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虽然我们今天不会像旧约的拿细尔人说我们是黎书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一个宝贵的器皿。我们待会要守圣餐，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再一次明白说，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得到救赎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贵的生命所换回来的。我们也应该分别为圣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平常在研读圣经，在礼拜当中领受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的教导，千万不要把它当作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把上帝的话跟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生活分开。我们应该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接着继续来看参孙他有一个生命当中的弱点，除了情欲以外他很轻忽事业，他可能靠着自己大能的能力他很轻忽这个事业，就陷入杀身之祸了。我们知道参孙之所以会有极大的能力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别人不知道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在于他的头发。圣经说他因为保持这个拿细尔人的头发，所以他才有大能大力。可是当他爱上那个大利拉的时候，非利士人就用钱去贿赂大利拉，要他查出参孙有能力的秘密。结果参孙第一次还会警醒，还会骗大利拉。我们如果看他的故事，我们就知道，第一次他欺骗他，
结果非利士人没有得逞。第二次他又骗他，所以第二次非利士人也没有得逞。第三次他又再一次骗大利拉，好，第三次非利士人也没有得逞。那这个大利拉被骗了3次，他还是不会放弃的。那这个待会我们会有一个信息，他就不放弃。到了第4次，我们看到参孙就把持不住了，把他大有能力的秘密透露给大利拉，结果被大利拉出卖。其实参孙前面3次就已经知道大利拉其实是要不利于他，可是他就是经不起试诱，到最后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我们要明白撒旦的攻击是持续的，你不要以为你战胜1次、战胜2次、战胜3次，你已经完全得胜了，没有那回事。上次我们在讲奔行天路是要直守到底的，你再跑到最后一刻失败了，那也是失败。所以撒旦的攻击是持续的，是不放松的，是不容轻忽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不要像参孙一样，到最后还是失败了。我们看到非利士人逮捕了参孙，把他的双眼挖掉，把他囚禁了。然后他们后来在大衮的神庙当中举行庆典。参孙这时候虽然已经后悔，虽然不能说后悔莫及了，但是的确有一点慢了。这时候参孙的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他祈求上帝完全恢复他的能力，所以他向非利士人进行报复，他推倒了神庙的2根柱子，使房子倒塌，使在那个参加庆典的3000个非利士人死亡，但是他也跟着他们一起死亡，同归于尽。圣经说参孙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多。虽然因为参孙最后这个作为使得以色列人一部分的敌人被消灭了，但是我们到参孙最后这个时候来反省，我们一定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那么样的荣耀，那么样的充满着一些应许，但是因为他生命的弱点，使他未能成就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悲剧英雄参孙的经历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没有将焦点专注于上帝的应许，轻忽自己的使命跟责任的时候，即使你有再大的恩赐跟能力，我们都有可能会误用，至终却害了自己。这对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特别是服侍主的人，是非常大的警惕。我们都要反省的。所以此刻你要想，你生命当中的弱点是什么？有些人是脾气比较暴躁，不受控制；有些人跟参孙一样，容易陷入情欲之害。那有些人是可能比较贪小便宜，或是其他的种种问题。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弱点是什么？这些弱点如果有可能成为阻碍我们生命成熟的关键，我们就怎样？要求神帮助我们把它去除掉，去除掉这些事物，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服侍神，一生都奔走在上帝为我们安排好的计划。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照上帝的心意去行。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参孙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一生必须要专注在主你给我们的计划，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来荣耀你的圣名。在奔行天路的过程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兴起我们的属灵同伴，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并且让我们彼此扶持，同行天路，用我们整个人生来归荣耀于上帝。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应，有从真女玛利亚所生，在彼拉多手中受到钉印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将来阴间，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的右边，将要掌民，审判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和公之教会，我信相通，我信耶和圣灵，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坐。圣餐，请蔡牧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于他的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矩，可以领受圣餐，就是你受过成人洗礼或是坚信你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与主同桌，恭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各位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曾经拿起饼来，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吃完之后，也照样拿起杯，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曾经拿起饼来祝谢，所以此刻我们照他的模样，同心来感谢上帝。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现在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主啊，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来圣别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着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也在你的恩典当中成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会请小会员把饼拿给你啊，你用手恭敬的来接受。
主耶稣说：“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新约，用他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我们拿到这个杯，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血，为了洗清我们的罪所流出的，我们为此而感谢上帝。这个杯是新约，用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同心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各位同在。我们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圣餐，让我们真实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也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主，我们谦卑地恳求你，当我们再一次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时，求你悦纳我们。
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爱。在此，我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一次来聚会的兄弟姐妹。如果你们还没有填写留名卡，在座位前面有留名卡，请填写后交给收奉献的执事，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介绍你。请一杯心奉献。星期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才能，甚至让我们都能满足、富裕，因为我们你所赐给我们都是你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用微薄的金钱献上作为施工使用，求主你来悦纳。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让我们献上我们的全能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请坐。报告，请翻开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本周特别事工2，因疫情之故，每主日进入教会实名制。若你已是本会的在籍会员，持有关怀卡，请释出你的卡片，就不用填写字条。麻烦之处请见谅。第二，肢体关怀。本会会由邻伴姐妹于9月28号安息主日，定于10月12号本周一下午早上10点，在第2殡仪馆景仰楼3楼至美山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弟兄关心代祷，请上帝安慰遗嘱。本会会由卢淑薇姐妹于10月4号安息主怀，已经在10月10号上周六举行入殓告别礼拜，愿上帝安慰遗嘱。第三，牛埔庄消息，10月18号下主日第3场礼拜，于10楼礼拜堂邀请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教授来分享大国博弈下的台湾，从美中对抗的逻辑看台湾的选择。请团契小组共同参与，备有简餐，报名至10月14号止。报名请到9楼行政中心许昭平主任那里报名。第四，净滩活动，主办单位七星中会社教部主办，日期是在10月18日下主日，时间是在12点30在本会1楼出发，午餐自理。如果已经报名的姐妹，请准时集合。地点是在宜兰县壮围乡壮围沙丘。如遇到台风或有人是这方面的事情，有停班停课，就会取消活动。我们再看第6，重阳节敬老旅游聚餐。时间是在11月3号上午8点出发，地点是在苗栗三龙3义龙腾断桥。报名费是本会会由65岁以上在籍会友是100元，若不是这个资格是每个人900块。报名请找陈美萱干事，额满为止。报告到此。欢迎来宾举牧养代祷，我们请牧师。大家平安。首先，我来介绍今天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这边有张圆圆、张元明，他们全家，不知道坐在哪边。在后面，好，欢迎。我们是石努英教会的，欢迎。另外有一位女士是刘宝琴女士，不知道坐在哪边。刘宝琴，在后面这边哈。刘雪琴好，抱歉，刘雪琴。好，那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那欢迎这些贵宾。那请在礼拜结束之后，欢迎你们到贵宾室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赐福保守。好，我们请尽量从前面2个门出入。